나 동만들이랑 아주 잘남기는 신신난기인 게. 首先要問候透過網絡參加呢次課程嘅上師喇嘛善知識，仲有僧眾們，仲有啦喺東西方各地所有嘅法友，問候大家，大家好。咁尋日嘅課程裏邊就講到法王米覺多傑，佢一生裏邊興建咗，或者係話啦，佢推廣佛學院係顯成嘅佛學院，同埋咧，佢亦都有推廣同埋興建咗好多密乘嘅學院，同埋亦都興建咗修持大手印同埋那諾六法。呢啲可以話係結合咗方便同埋解脫道嘅禪修院。咁課程裏邊主要舉咗加瑪洪魯林嘅作為例子去講解，因為如果全部都講嘅話，時間係唔夠㗎。咁今日嘅課程咧，主要咧就係翻返去頌文裏邊，係第31個頌文，總共咧係有33個頌文嘅。咁所以如果咧每一日或者每堂課都，如果每堂課都講嘅話就講唔完。咁啊，今日就淨係講一個頌文。咁其實咧就好多同米覺多傑相關嘅內容咧，其實都係想同大家講㗎。咁但係咧，如果一次過想同大家講咧，咁其實又諗唔起要講咩，但係可能咧慢慢再講啦。咁今日咧要講嘅係第31個頌文。咁妙行解脫裏邊呢一個係有33個頌文，而家我哋講緊係第31個頌文，主要係依據佢嘅侍者桑傑巴珠嘅注解。咁呢個唔係一個逐字嘅注解，佢係一個大意，每一頌文大意嘅一個大意嘅一個解釋，大概嘅一個解釋。咁其中咧有科判，咁科判入邊咧就係有分咗做將呢個33個頌文啦，分為唔同部分。而家我哋去到呢一個實踐上士道之法裏邊，亦都分為啦動機行動同埋學修兩種菩提心學處之法。咁而家我哋就係講到第三個學修兩種菩提心學處之法。咁當中咧亦都分為7個㗎。第一個係六波羅蜜啦，學習；第二個就係正治自心之法；第三個咧就係學修菩薩行義；第5個咧就係取捨利害之法。其中咧亦都分為創造有利作為之法同埋避免無利作為之法，可以分為呢兩部分。咁呢個投影裏邊咧，應該可能有啲嘢唔啱嘅，咁要到時要改一改。
第六個咧係以乾宋曆而利利他之法。第七個係得六神通而利他人之法。總共就有7個。而家我哋廣告咧就係第5個。當中，正如之前有講過，分為2個，一個係創造有利作為之法，仲有避免無利作為之法。我哋而家就係講到第2個避免無利作為之法，中文就係現為遠離暴派事端及圈雜，而立居靜處食乞食着立衣之清規，此為我妙行之一。咁喺上一堂呢，當講到創造有利作為之法嘅時候呢，會講到佢為咗利益眾生弘揚法。佛陀米覺多傑呢係建立咗寺院、建立佛學院同埋係建立僧團啦。咁而家呢度呢，就係講避免無利作為之法，係講緊咩呢？就係有時有啲人呢，可能表面上行為好似係利益眾生，譬如好似建寺院啊、做佛像啊等等，同埋就係佢譬如可能興建咗呢個三所依，建立僧團，外在可能睇嚟佢係做緊呢啲事情嘅，但係實際上啊，佢並冇真正利益到眾生，亦都冇弘揚到佛法，反而可能係造成咗傷害，會有啲咩情況？就係外在睇嚟好似好好，好似係相似咁樣係做緊一啲利益眾生、弘揚佛法嘅事，但係其實實際上呢係傷害佛法，喺度傷害眾生。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呢，就要盡量避免唔好去咁做。咁就係呢一個頌文係講嘅內容，就係要避免呢啲無利、冇利益嘅呢啲作為。我哋就睇一睇桑傑巴珠佢嘅注解裏邊提到啲咩內容啦。佢提到舉咗個例子啊，就係佢話咧，周圍嘅即係意思係法王米覺多傑周圍有好多人咧，成日都會同佢講，咁講咩咧？佢哋就會有啲諗法同法王講，佢就會話啦：哦，法王啊，你真係福報好大，你嘅佛行事業咧，亦都非常之殊勝廣大。咁所以你應該要把握呢一個咁嘅機會啦，就要做咩咧？就要好似過去當時好似薩迦同埋直貢咁樣，佢哋嗰個時候咧，其實係教正合一咁樣嘅情況好興盛嘅。無論喺世間法同埋佛法兩者之上咧，佢哋都建立起無與倫比嘅僧團。就係無論喺佛法同世間法上邊，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啊！而且咧，我哋而家咧係要真係咁樣做到，都唔係真係好困難，因為咧你嘅福報係真係好大，其實並唔困難嘅。如果一般人要咁樣做到咧，可能咧就好似對一般人嚟講係發夢啦，但係對法王嚟講咧係絕對冇問題。而且亦都唔需要好辛苦，輕易就能夠做得到嘅。主要我哋要做啲咩呢？主要就係呢，係因為呢，中國嘅皇帝，我哋係要保持好關係，要得到佢哋無間斷嘅供養。如果有中國皇帝嘅支持護持，
咁自然咧，我哋就喺佛法同世間法，即係從呢個教佛法同埋呢個正係講政治嘅正，都係會有力量啊。咁總之咧，就係當時咧，亦都係有麗光嘅國王同埋大臣，亦都係邀請呢一個法王米高多傑。當時咧，麗光國王其實係未係佛教徒嘅，但係去到法王米高多傑嘅時候咧，就係成為咗佛教徒，所以佢哋多次邀請法王去佢哋嘅地方。所以當時呢個國王咧嘅權勢係好大嘅。當時藏地好多地方咧都係屬於佢嘅管轄之下。咁所以咧，國王就當時係跟法王講，就係無論你想成立咩團體咧都可以㗎，無論係佛法嘅團體或者係世間法嘅團體都可以建立。而且咧，呢個國王同埋啲大臣咧，唔係只係一次，係多次咁去邀請法王，無論係建立寺院或者僧團或者係世間法嘅團體都可以建立。所以就係話呢個時候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就係呢個時候咧就應該要喺康區衛藏，任何地方咧都要咧把握機會，係建立起一座好大嘅寺院僧團。所以意思就係話，好似有呢啲咁好嘅助緣嘅時候，即係有國王、有皇帝、有佢哋喺度支持供養嘅時候，就要好好利用、把握呢個機會。但係呢啲係法王身邊嘅人啊、侍者啊、眷屬啊咁樣同佢講啊。咁桑格巴珠點樣知呢？因為佢總係喺法王身邊，所以佢又會知道身邊周圍啲人點講啦。因為佢喺身邊係侍者啊，所以佢就會知道其他人點樣講。咁所以佢啲人就係不停咁同法王講啦。咁法王係點樣回應呢？就係話哦，你哋講嘅都冇錯，的確啊。我去過麗江，當時嘅麗江國王咧，亦都係安排佢住喺，希望佢能夠住喺麗江嗰度建立一座好大嘅寺院。咁所以如果要喺麗江要建立一座好大嘅寺院或者好大嘅僧團咧，大概咧係唔會有咩好大嘅困難噶。但係咧，建立咗一個寺院，建立咗好大嘅僧團，係咪就真係能夠利益到自他一切眾生呢？事實上咧，有時咧，連去利益一個人咧都好困難啊，更加唔好講話可以利益到一切眾生啦。而家嘅情況係點呢？其他教派你可以睇到啊，大家都係召集咗好多嘅群眾同埋人力。舉例就係話佢哋各自寺院裏邊咧，你會睇到啊，佢哋唔係啲小喇嘛、小僧人，其實係有好多好大嘅喇嘛。你睇到佢哋好有勢力。你會睇到其他寺院啦，有好多啲僧人，睇落去咧就好有勢力，勢力好大。但係最後咧，就係可能佢哋會同其他嘅教派會有啲紛爭，外在嘅紛爭，但係有時候都會有啲內在嘅紛爭。結果咧，就係最後咧，
係傷害咗呢個佛教，最後咧可以話係咧自他嘅兩敗俱傷啦。咁你睇下其他教派嘅情況啊，如果我哋都好似同其他教派嘅情況一樣咁建立大僧團、大寺院，咁樣究竟係咪好咧？大家要諗一諗啊。所以有時我哋自詡係喺度弘揚佛法、佛教同埋行善，但係實際上啊，我哋做嘅嘢咧就係喺度毀壞佛教，行持不善。咁其實就係喺度打住佛教嘅名義，而係做呢啲世間嘅行為啦。咁樣嘅事情咧，法王佢係絕對唔會做嘅，絕對唔會做嘅。同埋呢度又有舉一個例子喺公布呢個地方，上一堂啊都有提到嘅。佢哋嗰啲人呢，特別係屬於呢個係米覺多傑法王管轄之下嘅一啲人民，佢哋會向法王供養嘅。佢哋會有種供養呢，叫做供養佢哋個孩子，佢哋會將佢哋嘅孩子呢供養去寺院度出家㗎。咁呢啲有時會稱為叫做孩子的利息。意思就係話咧，屋企裏邊咧，如果係比較叻嗰啲小朋友咧，佢哋就會送到去寺院嗰度出家；如果譬如比較聰明啊、比較叻嘅嗰啲個小朋友咧，就會將佢送到去寺院出家。咁當時好多公佈地方嘅施主就同法王講啊：哦，呢個係孩子嘅利息，咁就請你接受啦。咁法王就會答啦：我係唔會接受，我唔會接受咁嘅事嘅。而且佢仲會講啊，法王米覺多傑就講啦，呢啲小利大害，即係先利益好少，但係造成好大傷害嘅寺院。另外仲有啲嗰種咧，好似城堡一樣嘅寺院啊，其實佢哋冇任何利益，但係反而會係加害，會造成呢個害處嘅呢一個咁嘅寺院啦。寺院咧可以見到好似城堡一樣咁大，會令其他人去生起妒忌嘅，咁啊叫做寺堡。另外仲有啲咧裝模作樣嘅山中小寺，仲有一種咧就係一啲禪修院咧會被稱為啊，或者被形容為呢個欺騙享樂嘅呢個禪修院。意思就係話佢自己係喺禪修院度閉關，但係實際度呃人嘅，呃人哋要自己入邊閉關，但係其實入邊咧就喺度享樂，食得好飽啊，咩都唔做，喺入邊享受，咁就係呢啲欺騙享樂嘅禪修院啦，就係閉關中心。佛學院呢度咧，米覺多傑法王佢點形容咧？就係貪心同瞋心嘅煩惱都顯現晒出嚟嘅一啲佛學院，就係因為咧佛學院裏邊啦，成日都會討論呢個教派點講，嗰個教派點講，前雲奇後雲奇點講，大家都對各種唔同嘅思想派別咧有好多嘅執着，又因此咧生起好多煩惱、貪嗔執着。仲有一樣咧叫卒扎，呢種咧就係過去藏傳嘅傳統啦。法王米覺多傑時代，當時有好多啲禪修院啦，大部分嘅禪修院咧，佢哋就會住喺一個單人嘅閉關帳篷，叫做卒扎，藏語叫做卒扎，就係一個單人閉關嘅帳篷。
咁喺呢個禪修院入邊咧，都會仲有一啲咁嘅單人閉關嘅帳篷，個頂係尖，下邊係好闊嘅一個咁嘅帳篷，一人一個咁樣嘅單人嘅一個閉關帳篷。夜晚佢哋就會喺呢個帳篷入邊就唔會同其他人一齊瞓，特別係每一座法嘅時候，或者夜晚休息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喺呢一個單人嘅閉關帳篷裏邊修持。咁譬如喺3年嘅時間裏邊咧，佢哋都唔會瞓低㗎，根本佢哋亦都係冇一個可以瞓低嘅空間㗎。佢個空間咧就淨係俾佢可以能夠坐喺度修行。就好似而家我哋傳統藏傳3年閉關裏邊一樣啊，有好多僧眾咧都係坐喺度㗎，因為我哋叫不倒單。咁所以僧人嗰個咧，佢哋係僧服嗰度有個腰帶，因為佢哋都唔使解呢個腰帶，因為佢哋唔會瞓喺度瞓，即係躺卧咁瞓。咁所以呢一個 Jota 係咁嘅意思啦。假就係咁樣一個單人嘅帳篷。但係呢度咧，華米覺多傑就係呢度形容，就算呢啲咁嘅 Jota，其實已經變成一啲自私自利嘅 Jota。形容寺廟係變成點咧？就係過住邪命同埋浪費信眾供養、浪費信師供養嘅呢啲財物嘅一啲寺院啦。咁上邊講到呢啲情況都係假借住佛教嘅名義，其實都係令到自己同他人啊都落入咗種散亂放逸當中。外在睇起嚟，暫時睇起嚟好似喺度行善，但係啊，其實你捱唔到幾年，甚至只係幾個月嘅時間。就咁你睇落去，表面上好似喺度行善，但係咧，其實你唔能夠可以捱到好耐嘅時間嘅。最一開始你睇嚟好似喺度行善，但係最後都係證明到咧，其實只係喺度做惡嘅因。所以呢啲情況，法華米覺多傑咧就係話咧，呢啲都係冇任何意義嘅，要完全將佢捨棄。絕對唔好去貪圖呢啲自利，唔好係為咗今生好多嘅名利而去糟蹋咗一生，然後要去仿效過去家諸祖師嘅行儀，喺冇人嘅曠野裏邊咧做一生嘅修持，就係為咗要好似咁樣啦。所以法華米覺多傑咧，佢自己亦都係喺呢一個楚布寺嘅寂靜處。楚布寺嘅意思係咩啊？楚係一個地方名。楚呢個地區，鋪就係一個偏僻處。喺呢個處呢個地方，一個偏僻寂靜處。布就係呢個偏僻寂靜處嘅意思，偏僻嘅地方。咁所以楚呢個地方有好多呢一個禪修寂靜修持嘅地方。所以當時法華米覺多傑咧，就係喺呢啲地方嚟做修持㗎。法王以前喺楚布寺細個嘅時候咧，亦都係喺法華米覺多傑當時喺楚布寺後面閉關嘅地方咧，法王細個嘅時候咧係有去過，係真係好舒服、好清靜嘅。當時亦都有一啲好細嘅呢啲閉關嘅地方，係由石頭堆出嚟嘅。
石頭砌出嚟嘅一個閉關嘅地方。所以咁樣睇嚟呢，真係法華米國多傑當時喺呢一個咁嘅寂靜處禪修閉關，就係一啲好簡單由石頭砌出嚟嘅一個地方，連門都冇啊！佢就喺啲咁嘅地方度修持閉關。所以就好似法華米國多傑咁講啊，佢係想仿效，佢要仿效外家諸祖師嘅行儀去一啲寂靜處修行，唔淨止喺楚布寺嘅寂靜處，亦都喺其他好多地方，山谷啊、雪山啊等等呢地方，佢都係做修持閉關。所以法華米國多傑佢講過，佢一生嘅願望就係佢希望佢能夠盡量低調咁樣去度過一生。佢唔想好多人知道佢係邊個，或者係睇到佢，或者唔想好多人知道佢都做修行。佢只係想咧盡量低調咁樣度過一生。當然啦，法華米國多傑佢係非常歡喜、好注重嘅，就係要去起嗰啲能夠利益眾生嘅佛學院，同埋弘揚呢一個佛學、推廣教育。但係你亦都睇到喺呢個頌文裏邊，佢有提到啊，只要係啲冇任何利益嘅啲佛學院啊、禪修院啊，剛才有提到嗰啲好多啲情況，嗰啲佢就覺得係要捨棄唔好做。所以可以睇到法華米國多傑，佢成日都好想去啲寂靜處，同埋冇人識佢嘅地方，冇施主嘅地方，咁佢就去嗰啲寂靜處嗰度去修持。就好似呢度有講啦，佢希望能夠盡量低調咁樣度過一生。佢呢度有提到，因為亦都有提到啦。如果唔係喺蒙古嘅地方啦，譬如唐古拉山、珠穆朗瑪、納木措等等嘅地方，如果能夠去呢啲地方閉關，我都會非常開心嘅。或者好似喺拉企雪山，或者係拉堆加日。仲有咧，密勒日巴尊者嘅一個六中寶等等嘅呢啲地方。總之咧，呢啲都係一啲好偏僻、好遙遠嘅地方去修持。但係因為呢啲地方係好遙遠，因為咁啊，就好似一啲多康地區嚟嘅人咧，如果想要見法王咧，就唔方便啦。啲法王米國多傑都知道啦。如果咁樣嘅話咧，如果好多人想去見佢咧，就見唔到啦。所以佢就會話咧，佢就覺得，可能佢自己都冇辦法去到呢啲地方閉關。但係無論如何，佢係唔中意嗰啲喧鬧嘅地方，佢係喜歡居住一啲寂靜嘅地方。而且法華米國多傑呢，只要係講到或者係聽到過去嘅祖師大德過去點樣去閉關，過去點樣去佢哋係點樣去啲寂靜處嗰度修持，佢自然而然呢就會非常之開心，同埋會係覺得好感動嘅。佢係能夠生起非常強烈嘅信心同虔敬心。咁桑傑巴珠呢，佢對於法王咁中意呢啲寂靜處呢一點呢，佢嘅睇法呢度就有提到啦。
主要就係因為係要鼓勵他人，亦都係能夠去依止寂靜處而修持，所以法王呢先至有咁樣嘅一種示現。因為桑傑巴珠認為呢，就係話真正係一位大師呢，唔係一定要住喺寂靜處嘅，因為佢係引用咗佛說佛母補德藏般若波羅蜜經裏邊有提到，居住城隍及山野，樂佛菩提離二乘，修如是行離世間。呢句說話意思係咩呢？就係話，如果一個修行人係遠離咗自私自利嘅心，佢發起咗呢個大乘嘅菩提心，可以話啦，佢係穿戴起利益一切眾生嘅呢個鎧甲。如果佢唔喪失呢個菩提心嘅話呢，就算佢係身處於呢個群眾市集最繁忙嘅地方都好，佢都係一個最好嘅修行人。所以一個真正嘅菩薩、真正嘅修行人，佢唔一定要去一啲寂靜處啊。處呢度所謂嘅遠離，唔係話要遠離呢啲喧鬧嘅地方。所謂嘅寂靜處嘅寂靜，所指嘅係乜嘢寂靜呢？並唔係話係冇一啲喧嘩嘅一個地方，而係話係心中自利之心已經寂靜啦，係遠離咗呢個自利嘅心。如果有咁嘅菩提心嘅一個人呢，就係等於住於呢個最殊勝嘅菩提心嘅寂靜處啦。但係如果冇呢個菩提心嘅人呢，就算佢千萬年都唔同任何人接觸，佢好似就喺個山入邊住啦，喺一個遠離喧鬧嘅一啲咁嘅寂靜嘅山入邊啦。但係其實呢，佢係遠離咗殊勝菩提心嘅寂靜處。所以真正一個菩薩嘅寂靜處係咩呢？就係講就係佢遠離咗呢個自利嘅心。換句話講，就係話佢心裏邊一直呢都係會呢具備呢個利他嘅願心，就係呢個世俗菩提心。所以法王米覺多傑同佢呢一個菩薩嚟講，桑傑巴珠其實佢認為咧就係一個咁嘅呢位大菩薩，呢位聖者，佢具備菩提心嘅一位聖者，喺山入邊或者喺城市都係冇分別嘅，冇大分別。但係點解佢會示現佢喜歡到寂靜處去修持咧？其實就係為咗令到啲初學者，因為佢哋心性係未穩定、未具備禪定，所以就必須係要去一個遠離人群嘅山入邊，去能夠幫助佢哋咧修持呢個禪定。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法王咧米覺多傑先至係示現咁樣係喜歡住呢個寂靜處嘅一個示現啊。咁所以總之咧。法王米覺多傑喺呢個時代裏邊呢，因為當時嗰個時代佢好努力艱辛克服萬難咁成立咗呢個佛學院同埋禪修院。咁呢一切嘅呢個事業，其實唔係為咗係要去搶奪其他派別或者其他爭權嘅嗰啲人啊，或者係財力啊、權力啊，唔係為咗係要去爭呢啲權嘅，更加係亦都唔會係要去為咗係要同其他人去爭奪啲施主啊。所以其實就係經典裏邊俱舍論咧，應該有提到。在家眾
在家眾嘅思想要清淨咧，係好難嘅。因為咧個心咧成日都會即刻咧就會係有所求嘅。如果有時有啲心唔安定嘅時候咧，即刻就會覺得要講供神啊、講供佛啊咁樣嘅心嘅諗嘅。但係出家人咧就係邊一樣嘢比較難咧？出家人就係要係避免呢個邪行，而係要具備清淨行咧，對出家人嚟講係好困難嘅。因為出家人嘅生活咧係完全係要依靠其他人嘅供養，因為佢要托缽。咁所以就係如果其他人唔供養嘅話咧，咁樣咧就係佢冇辦法生活落去。咁所以出家人嚟講比較難咧，就係佢嘅行持生活係比較困難。好多時候出家人咧，有時一唔注意咧，就可能會變成咧係要去討好施主。因為咧生活咧係完全係要靠施主，一唔小心就可能就變成咧就喺度討好施主啦。所以經典裏邊講啊，出家人比較難嘅咧，就係喺生活上邊要清淨咧係比較困難。總之法王米覺多傑就話咧。而家建立咗呢個佛學院同禪修院，如果一唔小心咧，就可能咧反而係會造成咧傷害咗自他。所以咧就反不如咧去冇人嘅地方去做清靜嘅修持，居無定所咁喺山谷入邊修行。飲食上邊咧，譬如好似過午不食，就係過住非常簡樸嘅修行生活。甚至咧，佢具備嘅生活用品咧，即係亦都係最基本嘅衫啊等等嘅生活用品啦，就冇多餘嘅嘢啦。咁大概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之後咧就係29號有課程。今次因為時間關係，如果要去將法王米覺多傑有關嘅內容咧，可能要再講多個月啦，所以可能冇辦法全部都講。但係咧，有啲比較重要同法王米覺多傑有關嘅，譬如第五世第五世夏瑪巴，佢係法王米覺多傑最主要嘅心子。咁喺認證佢嘅時候咧，亦都係出現咗啲問題。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其實法王佢自己咧以前都唔係好知道呢段歷史嘅，唔係好清楚。我哋喺春季課程第一年嘅時候，法王米覺多傑第一年嘅嗰個課程裏邊，當時法王喺度準備呢個課程嘅時候咧，就喺一部好古老嘅經典裏邊，就睇到呢一段歷史記載。
就係喺認證有講到認證第五世夏瑪巴嘅呢個歷史，但係呢一部經典呢，有幾頁呢係唔完整嘅，但係突然有一日有冇特登去揾，但係就揾到另一個版本。咁後來呢，又唔知擺咗喺邊度，又揾唔返。之後過咗2年啦，而家都唔知道擺咗喺邊。但係唔緊要，但係嗰個揾唔到，但係後來都揾到其他。總之就係除咗呢個主題之外呢，仲有其他啲關於巴米各多傑有關嘅主題，都係可以同大家講㗎。咁之後而家我哋就做回向課誦。